可能媒体会随时跳出来采访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他头号粉丝，他喝什么酒，穿多大的鞋，受过几次伤，缝了几针，我都了然于胸。他们随便问。我是拳王了！教练，刚正拳王吗？你赢了李维成，再赢了郑重，你才是拳王。啊，是。哎，不过你这股子劲儿挺好的，是我想要的。是吧？教练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有誓不完的劲儿。好，留着点，留在台上啊，到时候给我狠狠揍一下。哎，我看什么台上？你们先出去。不对，邵老师，照片选错了，双海给错我们照片了，这不是赛后，是赛前。怎么了你？还没打就傻了？啊？你不是要当拳王吗？要当冠军吗？赢下这场比赛，你离金腰带就差1步了。打起精神来，还有5分钟啊！我们就在外边，准备好了叫我们。